大家好，歡迎收睇我嘅頻道，我係陳俊啊。咁灣區買樓真係太多騙局，一唔小心就中伏啦，人財兩空啊！近期竟然有經紀用美人計咧以身入局喎，氹咗一班麻甩佬咧係落搭嘅。咁呢個就係前段時間爆出嚟嘅樓街事件啦。咁呢個樓街咧係惠州地產嘅一個公司經紀啦，為咗業績咧就虛構身份去各大社交平台同埋一啲相親平台咧去同一啲單身人士拍拖嘅喎。咁情到濃時咧就提出想同班麻甩佬咧擁有一個家啦。咁樓街咧就提出買一套新樓結婚啦。咁女主角號稱咧我嚟俾呢個首期，咁男主角嚟供嘅。咁當所有手續辦好之後咧，呢個樓街咧就人間蒸發啦。但係只係包唔住火嘅，樓街咧就呃咗36位嘅一個麻甩佬買咗同一個小區喎。咁後尾咧就爆出嚟啦。咁好多街坊會問，點解佢都唔中意對方，點解仲會幫佢俾呢個首期呢？因為樓街帶佢哋買嘅都係同一個小區、同一個樓盤。咁呢個樓盤呢係可以做呢個低首期啦，同埋零首期嘅，俾個幾千蚊啦、萬零蚊啦就可以買到噶啦。咁咩係低首期？其中咧又分真正嘅低首期或者係假嘅低首期喎。咁呢個就係發展商出嘅一個政策啦。真正嘅低首期咧，你只需要俾幾千蚊啦、萬零蚊嘅訂金，其他嘅就係發展商打落你嘅戶口度，再去俾呢個首期啦。咁呢種方式就係適合於早期一啲買得比較貴嘅樓盤，依家咧就係平咗噶啦。咁就係用一個高嘅價錢啦，去同銀行咧做按揭，盡可能咁去多啲貸款啦，少啲俾呢個首期嘅。咁第二個就係假嘅低首期啦，就係首期分期。就係發展商或者同一個第三方嘅金融公司啦，去合作借一筆貸款咧，係俾你交呢個首期啦，可以分2年或者係3年去還嘅。咁有啲就係咧發展商自己咧俾一筆錢你去交呢個首期，然後咧需要分季度還喎，每個季度咧係還1萬零到2萬幾咁嘅。咁呢個方案就會增加我哋購房者嘅一個還款壓力啦。咁最好就係咧，揾翻我哋發展商提供嘅首期，可以慳翻啲利息啊嘛，係嘛？咁真正嘅低首期好處咧，就係咧月供咧會好平穩啦，每個月咧還嘅月供咧都係一致嘅。咁假嘅低首期咧就係2到3年啦，壓力咧係比較大嘅。咁呢兩種嘅低首期或者係目前灣區樓市咧係比較常見嘅一種方法嚟嘅。咁發展商咧仲有一啲套路喎。套路嘅就係銷售嘅方案，例如包租啦、包託管啦嘅一個銷售啦，或者係返本嘅一個銷售啦。咁包租包託管銷售咧，就係出現喺公寓啦、商鋪啦、海景房係比較多嘅。咁講到尾咧，就30幾萬嘅人仔喎，每個月收租1500蚊到2000蚊，簡直係21世紀嘅收租神係好過擺銀行，好過買股票，又鬼死咁穩定喎。咁每個月都有。又好過收工資，係嘛？流程就係發展商會同一啲民宿酒店啦，或者係青年旅社啦，承諾你咧買咗佢嘅單位咧，就會同你簽一個包租合同，係啦。咁每個月咧俾翻1000零2000蚊嘅租金俾翻你。套路咧仲繼續緊喎，你買咗樓，發展商咧就會得到利益啦。咁包租公司咧係未賺你嘅錢噶嘛？咁為咗賺你嘅錢咧，就揾各種藉口啦。又話統一酒店嘅一個裝修風格啦，咁佢又會收翻你幾萬蚊，甚至係10零萬嘅一個加裝費啦。咁為咗賺呢啲加裝費咧，一台空調1000蚊喎，佢要賣你3000幾蚊俾你喎。換一下呢個牆身嘅顏色咧，又要收你幾皮嘢。就話咧集團要統一採購喎，係已經好平噶啦。佢就會同你簽一份咧託管嘅合同，賺到差唔多好多水魚上鈎啦，夠鐘收網，佢就會宣稱咧經營不善啊，我哋要折墮啦。按照合同咧都會賠翻1兩個月租金俾你嘅。咁仲有一個就係更加可惡嘅、更加離譜嘅託管銷售啦，就係買樓咧即時返還5到10萬蚊俾你嘅。哇！聽到呢度有錢收喎，仲即刻買咩係嘛？咁例如某個單位咧，你買咗，發展商咧會俾翻5到10萬現金俾你嘅。咁提前咧係將2年嘅一個託管租金咧俾翻你。哇！發展商好有實力係嘛？超級硬淨一個現金流啦，梗係買佢啦，
仲要介紹多幾個朋友過嚟添。好啦，咁你嘅朋友買咗之後咧，應該5到10年咧都會不斷咁多謝你噶啦。咁呢種買樓嘅套路就係垃圾資產，可能咧已經係準備爛尾啦。佢哋咧諗住快速咁套錢出嚟，仲會咧鼓勵你咧一次性俾錢喎，更加多優惠可以俾到你嘅。咁殊不知咧，羊毛咧出喺羊身上啊嘛，攞你嘅荷包錢咧獎勵翻你自己喎。咁買咗自己咧，仲要幫人哋數埋錢添，而且咧仲要介紹朋友過嚟，累人又累物喎，搞到差唔多啦就要跑路啦。中心比較典型案例就係石岐嘅柏案啦，同埋亞洲廣場啦，都係龐氏騙局嚟嘅。垃圾資產包裝，用高回報、高收益嚟吸引買家啦。記住，冇咁大隻蛤乸隨街跳嘅，貪字就得個貧啦。如果咁好嘅着數，你覺得會輪到你咩？咁如果覺得自己係真命天子咧，就去買幾期六合彩就知道啦。中咗咧揾我買樓，唔中嘅話咧，成個人清醒晒喎。今期咧就同大家分享呢個中伏嘅案例啦。咁如果覺得幫手嘅，可以分享俾身邊嘅親朋好友啦。咁要關注我嘅頻道喎，跟住落嚟嘅話咧，都會繼續咁跟進一下灣區買樓嘅避坑指南啦，同埋一啲樓盤嘅中肯優點，同埋一啲黑心經紀嘅套路嘅，記得要多多支持我喎。今期咧就到呢度啦，拜拜。